上海话可以唱暗香吗？暗香唱不了，唱不了。上海话不要讲暗香了，梦乡都唱不了，滚哦！当湖北离开湖都，暗香随流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是不会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拼到爱情的，欣赏在灿烂中逝去，爱会在灰烬里松生。美貌水面仙女是用侬笑容为我记忆，让心在灿烂中逝去，让爱在灰烬里重生。烈火烧过青草痕，看看又是夜已成风。当湖北离开湖都，暗香随流。小杨徐翔刚才选的这首歌啊，《暗香》难度系数比较高的一首歌。那么侬今朝是为啥啦？阿拉搿搭勿是唱歌比赛啊？因为我想借用这首歌跟大家也是科普一下上海话的理念，叫理念。大家如果去听我刚刚唱这首歌，哪会得发觉我从头到底没改过一个字。那么用这种方法呢，阿拉通常叫伊文读，就是文读，就是讲你在不改变字数的情况下，拿伊唱下来。但是我辣推广上海话辰光，我发觉上海人根本年轻人不晓得文读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，上海人喝饮料哪能讲？吃饮料吃茶，那么玩上海人叫什么？白相。白相。OK，吃喝玩乐难道叫吃吃白相乐吗？吃喝玩乐这个上海话其实侬讲不是文读的讲法，其实还有个，上海人就叫弄弄白相相。弄弄白相相。但是我讲如果要对应个4个字拿成语读下来，阿拉就需要用到文读。那么应该哪读？吃喝玩乐。吃喝玩乐哦。还有就是讲，有一趟我看到一个上海人用上海话读再别康桥，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搿个人读的辰光呢，伊是呀呀叫我走了，就像我呀呀叫我来。伊只有俚语的概念，侬晓得吧？那么实际上就是轻轻啊，我走了，正是我轻轻的来。正是我，正如我叫正是我。个字嘛。实际上呀呀叫伊跟轻轻还勿是一样，呀呀叫有点句句戳戳、偷偷摸摸。就譬如讲，我蹲辣伊后头，搿叫呀呀叫，对吧？所以周老师，我想借用《暗香》搿首难度系数老高的歌，想让大家晓得，上海话唱歌也可以一个字勿用改，勿需要用俚语来套，用阿拉标准的带基因的上海话唱下来，也老好听。上海话勿仅可以老搞笑，也可以老优雅，搿就是我来唱的使命。